其實你哋話坦洲嗰啲樓價係咪已經跌到盡啦？你好似依家呢個單位咁樣，首期先5萬蚊，月供咧都係圍到4000零蚊出頭。嗱，珠海隔離嘅坦洲，但係咧呢度真係住喺坦洲，出門就係珠海啦。因為咧同珠海咧就隔咗100幾廿米距離，呢度行到去明珠站咧講緊都係10分鐘嘅時間啫。今日我哋睇呢個單位咧係位於坦洲啦，產權面積咧係110個平方3房單位，可以睇下呢個廳啊，出邊露台咧都係東南嘅朝向啦，呢度有4米嘅一個闊度嘅一個大3房啦，可以睇下每間房嘅尺寸啊，佢都係標準嘅一個房型啊，呢度放張米8床3邊嘅落床位，每間房咧都有超過成10幾個平方噶啦，呢個主人房咧都係東南嘅朝向啦。整體咧，佢嘅採光面咧都係十分之好嘅，而且咧呢個位置咧距離山姆會員店咧行路咧，亦都係10零分鐘嘅時間。OK， 嗱咁除咗有呢個110平方啦，仲有120平方嘅4房同埋128平方嘅5房啊，全部咧係帶埋裝修交樓啊，首期最低咧5萬蚊，月供咧講緊都係4000零蚊。隔離咧就係珠海 TOD 公園啦。雖然話住喺坦洲啊，但係咧你出門咧就係珠海啊。OK。我一直發筍盤，直至到屏幕前嘅你哋都擁有為止。Thank you。